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路人姨啊。今日又嚟到深圳灣口岸，因為參加咗由關鍵旅行社舉辦嘅中山小欖谷展食玩一天團，團費係39蚊。呢一個團嘅主題就係去參觀2025年小欖菊花展。除咗可以睇到呢個咁大型嘅菊花展之外呢，會場裏邊都有個好大型嘅美食專區。團餐方面都相當豐富，會食腰前萬貫黃金菊花宴，包括有油鹽蒸水腐魚、白灼鮮海蝦、菊花五味鵝、菊花葱油雞、菊花拆魚羹。如果想知道呢個團好唔好玩同埋抵唔抵玩呢，咁就繼續睇埋落去啦。如果你對呢一類型短線旅行團嘅資訊都有興趣，可以訂我嘅頻道同埋撳埋個鐘仔，下次有新片出嘅時候呢，就唔會錯過啦。首先都講返旅行團嘅資料，呢一個旅行團呢係由關鍵旅行社舉辦嘅中山小欖菊展食玩一天團。呢一個團最大嘅賣點呢，就係團費裏邊已經包咗入場門票啦，去欣賞中山小欖菊展。而且團餐方面都相當豐富，會品嚐腰前萬貫黃金菊花宴。團號就係 SCJ2Z01。團費方面，如果喺星期一至星期五出發就係39蚊，星期六同星期日出發就係59蚊。另外再加每人每日嘅導遊費就係80蚊。我自己就選擇咗喺深圳灣口岸集合，時間就係上午9點鐘。如果選擇喺羅湖口岸集合，時間就係上午8點鐘。見到導遊到咗，咁就先同導遊報咗到先。等齊團友就跟住導遊啦，去返停車場嗰邊上旅遊巴。嚟到停車場呢個位置啦，咁都繼續跟返導遊啦，咁會帶領我哋去揾返今日嘅旅遊巴。就係前邊呢一架啦，白色同紅色嘅旅遊巴，咁車身度啦都印咗有關鍵嗰個標誌喺度。上到旅遊巴啦，導遊就先派返一人一支啦關鍵嘅蒸餾水。大約上午11點鐘啦，我哋就嚟到五季之風呢個地方。嚟到呢一度啦，我哋就可以了解多啲啦關於蜜蜂嘅知識。入邊都有啲資料啦，關於五季山呢個地方嘅生態環境。另外都有啲資料啦，就關於蜜蜂嘅結構，亦都有個蜂巢擺咗喺度啦。咁見到啲蜜蜂啦，睇個入口嗰度。跟住我哋團友啦，都會試飲一啲陳皮茶，同埋試食呢個龜苓膏。參觀完五季之風之後啦，我哋就上返旅遊巴，跟住就會去食午餐。大約12點45分我哋就嚟到呢一間鴻慶海鮮飯店呢度就食午餐。今日嘅午餐就會食腰前萬貫黃金菊花宴，咁啲菜式都相當豐富。首先就嚟咗個菊花拆魚羹，跟住就有白飯任裝。第一味海鮮就係油鹽蒸水腐魚，跟住都係海鮮就係白灼鮮海蝦。跟住仲有就係菊花五味鵝，另外仲有菊花葱油雞，跟住就係炸得相當鬆脆嘅菊花小欖魚球，呢味就係菊花咕嚕肉，呢味就比較特別啲，就係菊花甜蜜刺身，呢味係菊花節瓜脯。蔬菜類就有上湯田原時蔬。亦都有呢味糕點菊花營養發糕。飯後生果就係呢碟甜橙。團友們食完呢一餐午餐都覺得啲味道唔錯，咁好滿意。跟住我哋就搭旅遊巴去返今個旅程嘅重點，就係去小欖菊展。大約下午2點15分，我哋嚟到小欖菊展嘅會場附近。因為今日係菊展嘅第一日啦，咁有好多香港嘅旅行團啊，同埋內地嘅旅行團啦，都會去呢個菊展嘅，咁所以就人山人海，我哋都要行一段路啦，先至去到入口位置。
今次呢個菊展除咗用菊花砌出唔同嘅主題之外啦，裏邊亦都有個大型嘅美食區嘅，咁有各式各樣嘅美食。入口位置咧已經有個小欖菊花會嘅打卡位啦，咁啊見到好多旅客咧都喺呢度打卡影相。因為我哋用團體門票入場啦，咁所以我哋團友咧都等齊晒一齊啦，咁啊等導遊帶領我哋入場。入到去菊花會就有一個導覽圖嘅，咁大家可以先睇一睇。正入口位置呢個打卡位咧就最搶眼啦，咁就用太空主題嘅，咁用太空船啦，咁同埋有太空人，咁啊再圍繞一啲菊花啦，咁呢個打卡位就好受歡迎。沿路行啦，都見到路邊種咗唔同色彩嘅菊花。再行前少少，呢個打卡位都整得幾靚，但係相信咧比較啱情侶打卡多啲。會場中間呢，就係呢個女性形狀嘅公仔啦，咁亦都加咗對翼，咁啊有少少漫畫嘅感覺。咁而呢一個啦公仔啦，相信啦都係好多人打卡嘅目標。呢個範圍啦都種咗好多色彩鮮豔嘅菊花喺度，咁亦都有啲啦類似蜜蜂嘅形狀嘅擺設啦喺度。中間位置咧都有個圓形嘅舞台，咁見到有啲樂隊喺度彩排緊啦，咁又應該啦稍後啦都會有表演嘅。喺另一邊呢，就有觀景台喺度，上到瞭望台望落嚟啦，景色會比較靚啲嘅，因為個視野咧比較闊啲。再行過少少咧，就有呢個古風雅韻集市，咁其實裏邊咧就係一個草地啦，咁啊擺咗一檔細嘅檔口喺度，咁啊睇落咧都係以賣嘢食為主嘅。中間咧都有少少座位嘅，咁如果行得攰咧就可以坐喺度休息下。市集外邊呢度攤檔啦，租漢服俾人影相嘅，咁一般呢啲景點啦都有呢類型嘅租漢服嘅服務。另外呢一邊呢都有一排攤檔嘅，咁呢排攤檔呢就以銷售樓盤啊、宣傳啲樓盤為主。呢邊呢檔菊城有禮啦，咁其實裏邊最主要呢都係賣一啲啦手信啊，同埋一啲精品嘅。入到去嘅右手邊位置啦，咁啊賣一啲精品啊，咁同埋一啲文創嘅產品為主。左手邊呢就以賣一啲手信為主。除咗菊花之外啦，呢度都有一大片黃色嘅向日葵，咁啊種咗出嚟都幾靚嘅，咁亦都好多人咧喺度影相打卡。會場裏邊除咗菊展之外啦，都有個好大嘅地方啦，係一個大型嘅美食市集嚟嘅。呢一檔呢就係賣手信嘅，咁亦都有得免費試食咁樣嘅。後邊都有啲攤檔賣蛋撻啊，同埋賣蜂蜜嘅。大品牌啦都有喺呢度擺攤檔，好似醉香園啦，咁亦都有一個攤檔啦係賣手信嘅。另外呢間小欖菊飯店啦都有擺個攤檔喺度，咁啊賣一啲啦串燒嘅小食。另外啦，都見到有人喺度拍攝緊啊，用啲器材咧都幾專業。除咗拍攝個主持之外啦，亦都有訪問一下啦啲店員。呢間花城啦賣啲嘢食啦都幾有中山嘅特色嘅，咁譬如有啲餃子啊，有燒春雞啦、炸魚球啦，同埋中山最出名嘅乳鴿。呢一檔呢就係順德美食嚟嘅，咁啊見到佢檔口啦都有賣啲炸嘢啊、串燒啊之類。行過咗美食市集啦，又到返菊花展嘅位置，咁呢一個擺設啦，我覺得做得幾靚嘅，咁用啲仙女嘅造型啦，咁再襯托啲菊花，咁做出嚟個效果唔錯嘅。另外一個擺設咧就係健康生活，咁啊有個女士嘅公仔啦，就趴咗喺度，咁啊用啲菊花咧就砌咗喺個身度。跟住呢兩個擺設啦，都以漫畫形式啦，咁啊襯托翻啲菊花。菊展裏邊咧，亦都有個大型嘅舞台嘅，咁相信咧稍後啦都會有一啲大型嘅表演。參觀完菊展之後啦，我哋啦就會去返對面嘅位置啦，咁啊揾返關鍵之期集合咗之後啦，就會離開呢個會場。等齊晒團友之後啦，導遊就帶領我哋去返旅遊巴嘅位置。咁因為今日咧就好多旅行團嚟啊，咁啊啲旅遊巴咧就泊滿晒，咁我哋啦都要行成10幾20分鐘啦，先至去到自己嘅旅遊巴度。
咁啊啲旅遊巴啦，成條車龍啦擺晒喺度，咁我哋啦要真係行咗一段好長嘅距離，最尾嗰架旅遊巴啦先至係我哋自己關鍵嘅旅遊巴。上咗旅遊巴之後啦，我哋就會回程返深圳嗰邊啦散團。大約晚上6點50分，我哋就返到嚟深圳灣口岸呢一邊散團。今日中山小欖谷展一日團嚟到呢一度啦，亦都完結咗。今集嘅分享亦都嚟到呢一度，多謝大家觀看。如果覺得呢條片有用嘅話，可以點讚、留言、讚好同埋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。最重要就係訂閱我嘅頻道同埋撳埋個鐘仔。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